过来是新竹市长高虹安选举前大力宣传的政见，0到6岁市政府来市。也毋过每一个幼囡仔若加码1000块，安尼每一年都要加出4亿3千万。区议会民进党团提出着质疑，这个钱要为倒位来的？是借钱，也则是甲其他预算摕来用的？高虹安回应讲，会来整合沟通来找出着财源。来到学校，甲囡仔拍招呼。看年进前上尾一个工作日，高虹安来甲校长座谈。不过大家关心的，也是选前讲的0到6岁市府市的政见，幼儿津贴增加1000块，敢只是咧画口号。这个费用哪里来？举债还是要排挤其他的预算呢？以新竹市3万6千外幼儿园来算，一个月补助5000，一年大约需要21亿6千万，其中85%中央负担，剩的15%地方家己总钱。若是幼儿津贴搁加1000，一年就要加总至少4亿3千万。事实上，我也已经请教育处，那也帮我们来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的细算，还有预算的来源。不过，根据卫福部规定，要未2岁幼儿津贴，地方无法度另外提供共性质的给付，若无后一年度开始就会减补助经费，甚至全部汰掉。安尼市府一年都要家己总将近26亿，超过年度总预算的1/10。到底是中央地方做伙饲囡仔，或者是市府全部接手？自己要全额来去负担，这是没有绩效，而且也很不合理的财务操作。一定会不要排挤到中央的补助预算，以及呢不要去增加到太多我们额外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政策上的负担，还有局处上面一定会去做整合沟通为主。高虹安嘛讲，未来3个月内部分政策项目会当陆续上路，未来嘛争取相关的预算，袂互政策跳票。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